前一站柏林地市重大食案事件，造成2个人死亡，更有人伫家户病房。这款毋捌伫咱台湾出现的细菌是互民众真惊吓。伊原本叫米甲菌酸的毒素，为了避免民众误解甲米制品有可能，卫生福利部嘛，甲伊改名做邦克利酸哦。咱今仔就请雅纯来为咱解剖这款细菌的危害，甲安怎来预防。 是主播，咱今仔日的解剖新闻要来讲前一阵啊引起大家关注的邦克利酸，也就是3月下旬伫咧台北万百姓义的宝林地市爆发的食物中毒案件，这也是咱台湾头一摆去验到这款毒素。所以即阵啊，伫咧网络都有真侪风声咧传讲，这凉皮河粉发酵会产生邦克利酸，甚至讲木耳、椰子、番麦也是真够会产生毒素，讲甲大家是拢啥物拢唔敢食。 毋过实在是讲，咱毋免遮尔啊惊吓。咱先来讲，即个邦克利酸原底号做米甲菌酸，其实和米是无啥牵连的。为着要避免污名化，卫福部才会甲改名号做邦克利酸。佮来讲到这款邦克利酸是真罕见的毒素，是一款号做长枪薄必克细菌亚毒亚型的歹菌所引起的。目前咱国内并无农作物受到危害记录。 而且专家也表示，产生邦克利酸的条件是有限的，对爱这个食品的环境，就爱是中性的，袂使伤侪盐，也佮爱有油，温度爱伫咧20度至30度中间，种种的因素加起来，才有可能会去产生邦克利酸。因若是讲想要避免食到邦克利酸，咱的食食要保存要浸水，就拢爱放伫咧冰箱内底，互食材会当保持伫咧低温，而且像鸡仔这类。 大部分咱拢会惊踮伫咧地仔内底的物件，咱着尽量唔通甲伊抹油，甲会产生邦克利酸的这条件拢总破坏掉。甚至讲伫咧在咱料理的制作过程当中，会当掺一寡柠檬、醋等等酸的物件，减少中毒的风险。 总是啊，咱台湾的天气遮尔啊湿热，物件放久也是保存了无好，嘛是真够会食歹腹肚。这主要的问题呢，就是出伫咧咱物件拢无好好啊保存伫咧冰箱内底，也是讲煮伤济食袂了，烫几啊顿个唔甘单调。也句话，咱这食材和环境无清气，受到污染，食个青食的物件甲用具拢无分开等等的问题。 提醒大家，若是想要食了的健康，咱这食材买来就要下个这漂日期、探青赶紧食，唔通放甲上久。也是讲要煮的时阵，咱这包含食材、用具、环境，也有咱的双手，拢总爱洗好清气，而且爱彻底加啲杀菌、煮好食。 过来买会记得放踮咧冰箱内底保存，凉早食好了。唔通讲这天气凉凉，就要摕去冰，变质啦有歹味，一个扣湿摕起来食，安尼是有影会拍歹身体哦。咱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就讲到这，接落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。